为了展现影响教育的关键力量，这场号名校南进行式的展览，文化局甲侪企业单位以及学校合作，嘛是要挖去新生代努力来为环境影响尽一份心力，卖当看出每一个计划拢是珍贵的成果。其中，台南视野协会的带领小学生加入议会，并透过因提案，希望督促政府真正解决问题。知道了那个议员是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议员帮助我们的人民做了什么事情，知道议员的重要性，因为如果没有议员的话，民众声音就很难传到政府的耳朵里面了。就是一些关于议会中的常识，然后一些道理之类的，这就是我对这半年来最大的收获。这半年的策展结束之后，我觉得小朋友其实思考的方式比我们还要想得更不一样，他们思考其实能够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部分，然后思考方式也很独特。所计划对无到有为期201天的成果，将要画下句点。在闭幕典礼当中，文化局长嘛以颁奖感谢所有合作单位，期待影响议题爱成为可能，爱有行动才是关键。我其实非常感谢这个基金会长期以来的努力，那串联这么多的伙伴，因为永续教育跟永续的理念，它需要一种永续的行动，它也需要一个永续伙伴的持续的投入，这一些等等的加总，安吉的代志靠都用这一点。几年下来，慢慢的大学也投入了，然后产业也投入，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。那很感谢大家的投入。校南进行式的影响教育行动展览，最后嘛伫5连派的共同留念，来继续思考明年的展览有个较大的突破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